各位網友早晨，我賭神師兄又嚟啦。今日咧同大家講呢個世界級嘅風雲人物，俄羅斯嘅總統普京。最近見到新聞就話普京咧就已經10幾日冇公開露面㗎啦，而家好似話病危北京301總醫院咧仲派一隊專家去莫斯科睇佢我哋今日又同大家睇睇普京嘅八字點計啦。好嗱，閒話少説，維基生日丙辰年咧己酉日己酉月就丙戌日出世咁。嗱，點樣去揾嘅時辰咧咁？我獨步單方叫做三柱推神。三柱推神就其實都係好簡單嘅啫。三柱頭三柱，丙火日人生喺酉月，酉即係秋天咧，7、8、9嘅8月財星得令喎，氣專喎，冇雜氣嘅咁我哋見到酉辰一合就變咗合財，咁成支命你都見到係傷嘅殺合財肯食咁樣，咁呢支命以我嘅角度嚟睇即係肯定係重啦。如果呢支命重唔到嘅話，咁點會係普京咧？肯定唔係嘅。所以我咧就話呢支係重格咁我老實講啦，我重格我都逐個時辰走去睇嘅係嘛。12個時辰裏邊，我就覺得應該庚子呢個時辰咧係一定係最正嘅。其他都唔會係㗎啦。如果你用其他時辰，就肯定嗰支命唔係普京嘅。OK？ 點解我用庚子呢個時辰咧？咁其實就好簡單咧，因為如果你話酉辰合財咁如果你係重格，係以財為用神因為雙打殺雙財官之中，你一定要用財做通關用神嘅冇得走雞。而家月令坐嘅財局，你一定要透個財出去，你嘅財先至可以即係話用神得令得用啊嘛。如果你呢度唔係透財出去，淨係有神有合，但係合而不化咁，你話你見到個財坐月令，有咩作用咧？同埋你單丁一個煞星喺個年干度雖然你話有個財局嚟相生但係如果你地底無根喎，冇根嘅食財食得一個官喺度，地底無根，你又點可以做到咁威全國即係全世界嘅風雲人物咧？咁你肯定就話你一定出煞要有根如果我用庚子時辰咧，就1000%啱嘅，因為點解庚財財局有財透干，合煞呢個子辰我用一個子嚟嘅話，子辰就合煞呢個官其實就變咗合半煞啦，半煞又透干。咁你講嚟講去就係話財生煞，財局生煞局，中間有個雙嚟打住嘅煞咁唔使講呢個一定啱嘅。好，咁我哋話重，咁我哋又諗起喺《滴天髓》裏邊有啲歌仔唱嚟俾大家聽下啦。陽干重氣不重勢，咩叫重氣咧？陽干丙火日人咧就肯定係陽干啦。咩叫勢重氣咧？個氣就話長生12辰嗰個生旺死冇絕咁我哋睇睇啦丙火日人生喺酉月，酉係死地嚟㗎嘛，係咪？而另外你見到戌子都係憂愁之地嚟嘅，因為丙火去到子戌酉呢啲全部都係冇氣嘅，所以叫做重氣。既然丙火冇氣，人哋有氣，咪重人哋啲氣啦，咁重啦。好啦，可以講就話呢支咩叫真重重得真子，就子論重點樣真唔真咧？真神有真假，真神有分真與假。咁呢個肯定係真神。點解係真神因為第一
所有丙火啊嗰啲氣絕咗啦。另外我哋講有個煞嚟克住個丙變咗即係話真係好重得真㗎啦。同埋咧，你嗰個餘氣裏邊只係得一個丁劫同埋一個月印，而火同木咧即係話呢個就算係木火天干都冇，地支又唔係主氣咁，變咗你嗰個力量係好細啦。所以我哋話呢支係重得真時，只論重呢個真重格但係我哋又要睇啦，沖神又有吉與凶呢一個又大家都好難解，其實係好簡單嘅啫。所謂吉與凶就係講嗰個行運如果你話好似呢支命咁，你呢一路行過嚟，哇都係順運嘅咁咪吉啦。如果你話呢支命，譬如話佢係男命又咁行順運更新任貴咁去。但係如果呢支係女命嘅話咧，就反過嚟喎，先行呢啲咁嘅木火嘅地喎，咁即係又凶啦，即係真重，但係凶，主要就係話運程唔順咁呢個係我個人嘅解釋啦。咁好，咁我哋話睇下土京之命，如果係真重嘅話，佢1975年就大學畢業嘅。然後1976到1991 30年唔係30年即係畢業之後16年都係走去搞情報嘅工作嘅。咁佢係官拜宗教，去到宗教咁做咗16年呢啲咁嘅情報嘅工作咧，有啲厭倦佢於是咧喺1991年嘅時候，唔撈啦，走去退役之後去從政。由嗰啲咩市政府嗰啲做咩廳長市長副市長之類啦，咁一路跟住嗰5年咧就喺度搞呢個從政啦。咁我哋睇睇個運程咧，運程1952年老實講52年1歲起行運啦，財唔記得講呢個財喺呢個局裏邊邊個係用神講雙財官，梗係以財為用神，透干用神。得令得用啦，係嘛？好，咁一開始行財星有食財生住，咁佢細個個運程都應該係好好㗎啦，咁唔使講啦，都係讀書聰明叻仔咁。去到82年開始62年到呢個1982年呢30年都係天干見合殺官而地底係殺半殺半財。相合相生財生官，唔使講喺呢30年裏邊咧，就平穩殺星出干，官殺出干，於是係好符合佢畢咗業之後嗰段時間嚟搞咗16年喺軍隊裏邊服役，官拜宗教。好啦，到1992年呢個1992年咧就開始係有佢嘅運程改變啦。咁唔撈啦，91唔撈92年呢個運咧就行甲運啦咁佢呢5年咧講呢頭5年甲運，咁你話甲人雕印坐雕印，咦見印好，即係話佢係印星為用神啦咁。如果你咁樣諗咧，就真係錯晒啦。事實上佢坐印呢個運咧，佢做咗。即係做總統呢個運咧佢根本唔係因為佢係坐印，而係因為點解咧？因為成支命裏邊，我哋要睇呢個就係呢個本嚟喺個命局裏邊，煞係雙係克住嘅煞，只不過有財喺下低通關呢個財喺呢度太遠啦，救唔到佢嘅。所以佢一路做官咧係做到官因為官煞好強啊嘛。但係佢始終有個傷都唔曳㗎嗱，即係傷透有2個食為根嘅，於是傷一路都制住佢煞呢一點你要認真睇啦。好啦，去到呢個運嘅時候，當甲運嘅時候，你外表睇係印星得令，事實上一入局之後甲己一合。冇咗個己喎咁合住唔快，於是就變咗財生煞就冇咗個雙克煞啦。咁地底你話嘅人係印星，其實嘅印星裏邊都好好㗎嗱。我哋睇呢個人啦，你個人喺呢度啦，人係印比食印生比食雖然你話印星透干，但係佢合咗啦。
所以喺呢個運裏邊咧，佢雖然係平平無奇啦，佢從政，但係因為唔見咗個商啊，所以佢殺就可以做到一啲咁嘅廳長啊、市長啊之類嗰啲職位啦。直到1996年，我哋專登睇呢個1996年，因為1996年咧係佢發跡嘅運啊。咁我哋講1996年咧係啱啱行緊甲寅呢個運啦。頭嗰5年過咗啦，去到96年，你96年嘅時候，丙子丙子係比星出干，有個半煞，咁都係好啦。但係機緣喺呢一年度啊，機緣就喺1996年出嚟。點解咁講咧？因為去到1996年咧，佢退從政，佢唔喺個市政府嗰度做嘢啦。佢喺1996年搬去莫斯科咁，你梗有啲原因搬去莫斯科嘅。原來佢有個同鄉嘅老鄉咧，喺當時嗰個總統葉利欽總統嗰度下低當高官，咁佢咧就個老鄉介紹佢，於是佢就由個去咗莫斯科嗰度做官咁。1997到1998年咧，佢係做咗葉利欽總統辦公廳嘅一個副主任，兼埋呢個資產局嘅局長。喂，呢個官可以講係好得位嘅，因為靠近總統啊嘛，你做得好嘅總統你，咁你咪掂咯咁。咁佢真係有才能嘅，咁佢入到去做局長，做呢個廳主任。好啦，1998年去到後期，佢再升到第一副主任，同埋兼埋 KGB 國家情報局嘅局長喎。哇，真係犀利！雖然時間唔係好耐，1年到啦，但係你有咁嘅資歷啊嘛，係咪先？好，去到1999年08月，佢仲做埋代一個總理喎。總理當時唔知點解俾人炒咗魷，佢咧就升咗上去做葉利欽話你掂㗎啦，咁佢做咗代總理。咁去到1999年嘅時候，10月31號咁即係過年啦咁，葉利欽咧總統失驚無神宣佈話我唔撈啦咁，唔撈咁點邊個做總統啊？咁於是又揾咗佢嚟代理總統咁，代理總統之後咧就去到2000年03月，咁真係進行總統選舉。咁呢個普京咧就名正言順坐正做咗總統咁，一做2004年又連任咁一路連落去，大家都知道個古仔啦。一陣間就變做總理，總理之後又做翻總統，一路做到今時今日就係俄羅斯嘅總統。咁我哋集中睇96年呢個運，呢個運佢個老鄉介紹佢莫斯科同葉利欽見面，咁呢個係一個機緣啊！冇咗呢個機緣，你永遠都去唔到莫斯科。呢個機緣點解咧？比星出干，你會見到唔係咁好嘅喎。但係你唔好忘記，因為丙其實咧就係一個好弱嘅，就算你丙星呢個比出干咧，你都冇乜作為嘅，因為地低地支只係得個劫，同埋你半煞下低最緊要個半煞嚟克個比啊！於是個比咧根本就一啲作為都冇，俾人截咗個叫，同埋半煞去補煞根啊！咁呢一下咧就真係應咗啦，去做大官啊，第一副主任同埋局長啊！好，咁我哋睇第二個運，第97年97年佢繼續啦，做辦公廳第一副主任局長啦。咁你會見到丁嚟喎，丁壬一合，變咗合印，合印又唔好啦，但係唔緊要，因為合印始終嗰個底嗰個基礎唔穩啊，啲冇根啊嘛，所以而家下低合相丑啦，丑酉合相半財啊，於是合相生半財就打呢個印啊。咁喺呢一年咧，佢亦都係一帆風順，順利即係做局長再升副局長之類啦咁。我哋真正去到好啦，一路你會見到99又好啦，99好啦，99做代總，雙出干合比嚟生嘅雙於是有名啦，雙食一入局之後就雙食生財，有財生官，咁肯定99又好啦。去到2000年真正好啦。點解啊？因為個庚呢度嘅庚係用神，呢個係用神用神得嚟咧，佢仲帶咗一個月德呢個月德嘅貴人咁好啦，2000年嚟啦
財星出干，用神出干，下低有合財有半煞，於是財嚟補根啦，煞嚟補根啦，名正言順當選咗總統啦咁佢而家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話，係咪重病垂危？301成隊專家走去即係同佢睇病啦咁。而家行緊呢個運咧，乙巳丁劫出干，丁任合於是下低半財，一入合之後嘅丁任合咗，咁個劫根本就起唔到咩大作用噶嘛。好啦，去到今年呢個係今年叫做丙午年咧，丙午年就大鑊啦。丙午年比出干，比嚟劫財啦，比嚟劫財啦，於是下低半比啦，比成處，唔好聽講句叫做呢個係重格以財為用神，見比錯半比係咪用神即係話重格還原啦？咁呢個有災啦，有災禍啦。好啦，咁我哋睇睇好啦，我哋話今年有事1月份叫做庚寅月啦。好啦，去到庚寅月財星出干1月份今年而家唔好啦，因為點解啊？因為寅午戌成咗一個比局而係庚財出干，於是比局喺度截腳打個財啦。咁你會見到啦，今年寅月真係有空因為成個比局嚟打個財嘛。咁我哋話有冇得救301總醫院嗰隊專家咧係知道點樣救佢嘅，你知唔知點解咧？因為20年前我賣咗隻神藥俾中國大陸301專家咧，專係攞嚟救命㗎。嗰隻神藥咧一定可以救到普京嘅。好，如果呢一關佢能夠過，我估計都過到㗎啦因為我隻神藥好，一路去到未月未月就慘啦6月份未月，月未月份月庚合財，另外合比錯比局呢個先攞你命因為點解合比就未啦，未午未一合咧就變咗合比啦，同埋個未咧就係巳午未巳午未呢個叫做火局比局巳午未唔好啦，點解唔好因為巳係有個半財喺度，咁巳有嘛。而家你將個巳過咗嚟，即係變咗一個比局合比，然後再打上面嘅合財，咁你話呢個乙未年，我估咧就真係好日子難過啦，相信都係咁上下啦。係咪我講嘅？又係嗰句啦，玄學嘅嘢信就係信，唔信就係唔信，一切都係以命論命，係咪？